怎么编制，再怎么弄出来，才变成一个完木。哦，我们是这个第二个步骤，你好。木就是眼睛的意思了。一个木，一个网木。第一个呢，线跟着老师一起做吗？这样，我先示范，你们先注意看哈。先放长一点吗？哎，可以长这样。没关系，我们先看老师怎么看。然后呢，这样把这个线装在这个白色的线底下，哦，然后都是白色。头。放底下。哦，这是起头哈。哎，起头起呢，头呢哈。你把马达都给它好，这是起头呢。给他眼睛。用一个网木啊，用这样也是可以啊。这样嘛然后从白线底下做。要打结吗？这个？还要打结，要打10结的然后，首先是从我们的左边开始转嘛然后再从右边，这样，一左一右，就打结。变10结的变10结了，这里就好了。就变10结了。好，老师，我们开始来。打领带。我们开始，老师叫我们先来，步骤你做到这里就好了。好，来，从线底下，垫底，线底下。手要摸这个线，要一个手要拉出来哦。可是起头呢？起头，手要起头哦，现在是这样，这样，往底下，然后拉这个线。好了吗？好，一个手拉出来，好，然后再从那个白线底下穿进去，然后拉上来，拉上来，拉上来，手抓的线放，我们这边这个白线等一下还可以在这边吗？我们的方向不一样。然后呢？然后在右边，再往左可是我现在右边是这个还不能放啊，这个还不能放。所以你先不要放啊，你先拉，好，拉好了。好，你这个手这样，右边。也要从上面，不是，右边。老师先教这边，底下再到那边啊。做几次。我们先让老师做完一个完整的啦，不要这样子会很慢呢。对。到什么时候？然后这也是一样，跟左边的装法一样然后从右边线下面再装上来，右手抓，然后再手紧就不会跑掉了这样，好了吗？好，他们好了吗？不是我们好了没？就在你们前面就不要放底下我们就开始要装一个木好，剪掉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还没有呢。还没有，好了忘记了，你看，好了好，换这边。好，现在来这边。你们不要剪，不用剪，老师的要剪，你们不要剪。你们的不要剪，老师的要剪，因为他过来这边教，同方向比较好哦。好，换边。换边。打结，对，先放一边，放一边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这样放，不行啊。对。先这样嘛。不是，我来按你教我怎么弄，这样。不知道你们这样。这样。现在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没有，我们等老师。我们别急，我们等老师。我知道，我也是知道从下面这样。他的手。给老师做。先用这样拿着，然后送线从下面上来，一次，然后压着，然后从右边从下面上来。了解。右边吗？还是左边啊？它一个左边。从上面。这样也是可以2次。2次，2次，这样2次的。2次啊。的不能2次啊。放。不是从下面。
好了。就好了。这时节就对了。会现在我们现在小事。他是这样，他是这样。来，我们这边，对，你看，你会了，你会了。在哪里？哎呦，大家要不要在中间呐？他等一下会过去了。你在这边做嘛？对对对。上面，然后再绕一次，再绕一次，来也是圆的地方。这边哦，这边这样哦。这边绕过来，对，这边拍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看，我这个可以控制。这边呢？从这边我马上给他。啊，对，马上对，马上的，然后从右边，从右边，再来一次，这一次，然后从你的哥哥这边从这个洞里面，对，拉上来，拉上来。没有，马拉歪，马拉歪，他们对的，马拉歪。会那个。看一下，你要看到在这，他在那边，要2次啊，一次，拉，哦，再转一次，然后手这个手放，然后再拉，然后再从右边手下进去，然后右边拉。就好了。哦，对了啊。好的。哎，知道。哎，对了。Hello， 帅哥。来了吗？还没啊？你那么慢。你的呢？好了吗？还没啊？来，准备弄来。我的好了。哦，好了。用他的。我用你的。哎呀，我要练习做。我的也很好啊。我要练习。你们。来，好，然后等一下，这样。我来一个新鲜哈，自己做的哈。不是买的，以前老人家都是自己做的。你想拿什么呢？还要做也是要做很慢。快点，好，一个动作，线，手下面，线上来，拉紧，对，要拉，这个线要拉，好，再转一次，一样，好，等一下，怎么样？没关系，老师等一下再到你那边。然后再从右边上去，刚是左边右边，哎，然后拉。要打10节打啊10节，好，好，再做一次也没关系，哦，好了，不要剪了。哎呀，我还要练习。你看我们要开始要弄那个木了，没有时间了啊。那几头有，他有，哎，就是看开开就好了。回去再看画面呢。啊，来，我看。一样的道理啊。对，一样的道理。从上面。绳子放哪里？这样。这样在上面，然后。这个线。哎呀。这样嘛哈。哎，好。拉紧哦。对，好。那再拉。我用这个拉，这个拉。对。好。然后这个线哦，也是一样。好。啊，这个你说那的放这个放掉。钓到鱼哦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一放的话就跑掉了。就跑掉了，后出来。哦，这样。对。一次。要拉紧。然后翻到边哈，晚上都不会睡觉。好，在左边。再左边一次。真的。我已经做了42次多了，在家里。你打好了吗？好了哦。起头我没有练到，现在就是要练起头。老师，你要在哪边教？也是我们做一个这样子跟老师。不然先到那边，先到那边。我们现在做了一段了以后，才知道说啊，因为你会结了嘛，你会结了嘛。当初哦，连结都不会。吃零食呢。好，我用我的啊。好。不是啊，那个是开口。我开始教你了啊。哎，这边不要挡住哈。哦，好。你看，是往上面这样。
好。 OK 好。老师，我要把你的槟榔切掉呢，真是麻烦。等一下，要开始的话哦，也是要这个一样的那个打死结的呢。哦，但是有一个木的，哦，这样，哦，也是一样哦，这样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木咯。木就是一个眼睛啊，一个洞的意思啊。对。然后抓，从左边的右边。这个不一样咯。哦，这个哦，好，拉，然后右边。 喜欢呀，上面哎，要动，这里那个洞的中间，哎，钻进去，哦，拉上来，哦，然后左边，再来一下。再放左边哦。老师，你要多长几公分？这个大概就好了。大概。哎，因为你们还不会。 还再来一次。蛮能多。要让那个网木会有大有小一点了。啊，就是这个木。哦，就会有大有小。妈大。哎。眼睛啊。OK 来。两次。对，就是那个菱形。对。做个结就对了。第二个木。第二木也是一样。 不是都是在左边啦。左边开始，是往左边嘛。哎，这样啊。哎，对，然后右边中间拉。哦，我好累哦。哦。好，在右边中间。哎，halo mah, kita kamay mateng betul. Anan. 哎，对。 Malah fotograaf putih. 好，好了哈，第三幕。Sawa-sawa santai. 哎，稍看。菜市场一斤的那个什么180，1条180块钱就第三幕，哎，这个是阿跟他们不算嘛。马拉拉会。左右小老师。老师再一次，我的什么会跑掉？mahal什么呢？再一次。mahal mati ni hai. 会跑掉呢。对呀。会这个是mahal mati ni hai. mahal. 然后中间烤鱼的啦，大一点。两次嘛，然后呢，像叫老师教我的，我一点概念，我到现在还没做。后面可能会跑掉。在中间。对，我也是，你怎么知道？只要他马啥的就可以了。对。 啊，就这样了。你教我。哎，这个好，你教他。哎，会的教那个用3-1，赶快哦。协防个点。大一点没关系，这个小呢。现在我们在练小，尽量大一点没关系。要说小的话，等下你们抓就不好抓了。好。对的，是这边快，这边换旁边。好了只要有打结，它不会开。一个左右一个。好了，当中了。哎。自己。哎，这样的。 一人做10个木。哎呦，那我现在就是啊，慢慢用，近一点也可以了。用那个10个木凹，然后再做第二个，第二层凹。从上面啊，从上面。好，等一下，我们看老师，需要你了。你的那个不要。那个老师，我们轮流嘛，换这边的。对啊。好了啊。在中间。好了啊。等一下，上面。你的水都放一下，对了，放一下，我今天没有收。一样。也是一样打10节啊。这个手拉嘛，大一点的。 然后中线上来，也拉，然后再走到旁边，左边，不倒掉了啊！还有我们带个，把马达在哪里呢？换第二个，第二个木也是一样啊。 这样嘛，然后从中间。你这个还没有放啊，再用这个。就好了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怕跑掉的话，再弄一次，然后再没关系。哦，那样的。好，就一直往哎，弄一个10个木，10个木，哎，练习啊。
哎，你们会的话，我们再用第二层啊。老师往这边。还有一个木。从那边好了。10个。那给你。啊？我的吗？从这边，从我边。这是往左边。不要怀疑。啊，对，高伟丽。好。我现在要做一个。好，这样开始。第一个木啊，这边。一个木。一个搞买。一个中间。拉。拉。哎，这边大概2个。两个石头就差不多了。好。然后压着。压着。然后从好了，老师这边。老师说要10个，我才很线过来。哎。从这个线进来。对。这个线。我知道。这个中间，哎。对。不紧张。这样哦。然后呢，放掉。放掉，再拉，放掉，拉掉。哎，拉紧哦。拉紧。好。再第二个木。第二个木了。第二个木，一样的木。这个可以放掉了。啊，没有。这个可以放掉了。放掉了。哦，第二个木。他就打一样，把那个滴子是不是已经是里面哈。啊，已经是里面了。明白。抓着。哎，抓着，非常抓好，然后再从动，哎，我都要几个了，就那么强势。一样啊，然后再拉紧。那就绕过去好，读上。第3个都，你要做第3个了。好。好的了，好。好，那你这个还是讲正面的。好，对。看老师看一下哈，这样对不对？抓着，然后再来，中间。抓中间这边拿的这个。好，我摘了。那个木不要太大，这个太大。它得2层。哦，这个太大。太大等一下你下面就不好了。哦，好。长短不一样了。好，松掉。这样。先理解。哎，对，中间哎，然后再从旁边。哎，他说这要做10个，3个。拿在那边。哎，好了吗？我这边的不会。好，来，第一个线，好，在白色的上面嘛哦，这样装到的中间，装上来，装出来，好拉，这个木就不要放掉哦，哦，然后再按，然后再从左边装上来，拉，是从左边的上面，对不对？哎对，拉，左边的上面拉，哎，是这样吗？说会动几公分？啊对呢，好。没有一定，还没有。好的，好了啊，一个了啊，再来，第二个，哦，也是这样子。也是一样，干嘛？马扎多，你好了，哦，然后呢？好，从左边。好，再从左边装上来，拉紧了，好。来，老师这边叫我。会吗？会。可是为什么大有小？你装错了就不会紧的了。哎。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子。哎，哎对。上来。哎拉。然后这边拉。这边这样弄。哎，弄一根木，哎。这样松松的，如果就是这样。对啊。然后再。再拉，哎，不是，哎对。要拉紧，这个要拉，这个哎。哦，这样就这样。哎，上下都要拉那个线，拉紧了嘛。再来一次，再做一根木。啊不对，再砍下来。对，就按照这个的一样的道理了哈。再往那边。再过来，这样子。哎。对呀，这样啊，从下面这边。哦对。拉，放，拉。上下都要。有大有小，没关系了。好。有大有小，是这样对吗？如果眼睛有大有小就不行。第一节没有关系，后面的话有了这个体头的哈，后面就好做。白浪的眼镜有白浪的眼镜。对啊，你好厉害呀。对吗？对。好。 4、6、8、9这个，10个吗？看你们自己了，有办法弄的话哦，10个、5个也可以了。
就是练习几练习几步而已啦。哦，做好了哈，翻第二个幕了哈。还好。我为什么一直都是3个2节？是的。因为我这样子写不了太多。